小姐，你别这样，说会儿话吧。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，你们成了亲，留在山寨得了，行不行啊？小姐，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？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。小姐，你别这样。哎呀，小姐，我知道你爱宗保，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。寨主。桂英，桂英，咱不想他了啊！爹，您老说我能不想吗？你不想我娘吗？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，那是皇命啊！这我知道，但我更知道，宗保他心里有我。哼，难道这木柯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？汉爷，你看你真是笨死，又掉下去了吧？换衣服去。哎，寨主，您找我。彩云呐，你呢，跟桂英最贴近。你想法劝劝她，她就这样下去，不行啊。寨主，您最了解小姐，她不撒出气来，准得憋死。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，他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。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，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好啊？寨主，您不必担心，他战败了佘太君，撒出气来，心不就平和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战败佘太君？哎呦，不行吗？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？想当年呐，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！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，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，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最后娶了佘赛花，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，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？啊！你还战败佘赛花，想得美！哎，我知道，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。哎，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。小姐决心和他斗，那就让他俩一决高低呗。一决高低？双方交战，岂能儿戏？佘太君要是胜了，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。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，要说寨主去说。你看你平时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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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真笨，笨死了你！哎，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。你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要知道，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，你就不会跟他斗了。他就是三头六臂，智比孔明。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。哎，桂英，你听爹说啊，爹好好跟你说说。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，为什么只胜不输啊？啊，那是我知己知彼。你聪明，你本事大，爹知道是不是？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
爹送你一句话，你跟他斗啊，必败无疑。那我也送您一句话，啥也别说了。爹，我告诉你，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。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？爹，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，甭管输赢，我绝对献出。不是您啊，对，那你都答应给他了，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？我就是想争这口气。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。哎呀，这信怎么还不来呢？我看呐，是那穆桂英不给。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，不会难为老身的。奶奶，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，您能和他通融吗？爹，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，那我也奉劝您一句，别说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站住！来，回来，坐下啊。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，那就斗吧。真的？那还不真的？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。我爹就是通情达理。桂英，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？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，反正我能赢他。哎，你这叫口出狂言，是不是？爹爹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，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。爹，您不用说，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，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，我了如指掌。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？哼哼，虽说没有10分把握，也有8分胜算吧。好，不过你单独上阵，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。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不用，爹，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1对1的对阵。如果爹爹出手，那可胜之不武了。那我就送你几个字。爹爹，请说。宁静致远，别俗。从善如流，太俗。雅气和辉，才就更俗。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。哎，这话你说的对，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。看着，啊！宁打3个饱嗝，不赌1口恶气。我儿明白。您说我明不明白呀？我的闺女叫穆桂英。谢爹爹。报！老太君。明白了。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。奶奶，
您不知道孙儿喜欢……你喜欢什么，奶奶不管。现在是大敌当前，预疗迫在眉睫呀，孙儿。孙儿放心，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，换来降龙木，不会伤他一根毫毛。看，这，哎，看见了吧，桂英？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，他一定是这样的。宗保，你得亲自出马，去了，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。奶奶知道孙儿为难，可是奶奶告诉你，不这么做，你爹就无法出征啊。你无需和他厮杀，奶奶也不为难你，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。后面的事呢，就由奶奶了。你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呐，听奶奶的。你不听是吧？你不听，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姐，慢慢说，你慢慢说。那杨宗保单枪匹马来交阵了啊！你看清楚了？就他一个人。彩云，备马。哎，先站住！哎呀，不能去，桂英，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。爹，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，我求您了，我就看他一眼，就看一眼。你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还不赶快撵呢？追回来！小姐，好嘞，哥爹。这。宗保，你来了。穆桂英，把降龙木给我。你放心，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。等我赢了你奶奶，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。你怎么能那么固执？宗保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。你奶奶的事儿，我爹跟我讲了不少。爹跟我说，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敢爱敢恨。看来她不是。她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。不是我奶奶，是圣上。你奶奶最疼你了。如果佘太君不从，皇上也该让3分吧。所以，我跟他斗定了。我想让他看看，我穆桂英不是孬种。穆桂英，我劝你不要再打了。奶奶是我最亲的人，我生下来，父母就去镇守边关。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，又是她教我兵法，教我武功。奶奶是我最亲的人，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。宗保，你放心，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。我要让你奶奶知道，我穆桂英是最好的。为什么要逼我？我不是在逼你。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、一辈子在一起。现在是大敌当前，预料迫在眉睫呀，奶奶帮不了你哟。你给还是不给？
现在不给。上！又打起来了，干爹又打起来了！杨将军，快别打了，快停下！桂英，寨主，别打了！宗宝，你快回去吧。这！快！叫回来！叫回来！快去！小姐！老太君，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。哼哼，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。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。她鬼点子再多，痴情就会变傻，必定中计。太君高明。你替我给穆寨主书信一封，就说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，让他早早做准备。遵命。这！奶奶也不为难你，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，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。桂英，别追！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。别追了！我这要是不追你，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别动！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，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。遵命。好。这！宗宝，杨将军，老太君有令，您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杨将军，您硬要这样，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。穆桂英，你傻呀！你为什么要追我？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。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。不会的，这不公平。走。走，桂英。我就知道你能来，你来了，我心里就满足了，死了也值了。走走。松绑。杨将军，松绑。宗宝，你不可以。
松绑！松绑！都尉，要是放了穆桂英，我等和就全没命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松绑！松绑！都尉，松绑！宗宝，走。宗宝，不走，不走吗？不走，不走好吗？走！不走！这，撤！老太君，埋伏的人回来了，没有抓到穆桂英。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？末将亲眼所见。撤！撤！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？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。撤！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？他们说，穆桂英追了一段，又返了回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末将也不相信。末将问了马都尉和士兵，他们都这么说。哼！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。遵命。金刀奶奶，你就说我放走了穆桂英。末将不敢。为何？我若说了，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。撤！走。松绑！宗宝，你松绑！走！不走！桂英啊，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，能把得住。你要是再追下去，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。我已经上了当了。嗯？那你怎么逃脱的？宗宝放了我。老太君，唉，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。松绑！要是放了穆桂英，我的可就全没命了。你抬起头来，小子，看着本太君说话。回答我。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。追着追着，他又调转了马头。您若不信，您问问于都尉。哎呀，昨夜啊，老身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，你们擒下了他。别动！老身呐，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，你不肯，
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，松绑！威胁你放了穆桂英。各位兄弟们，要想取胜，就必须要执行命令。如果想各行其事，必定是一盘散沙。与辽作战，就会溃不成军呐！不但伤亡严重，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。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，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，干扰了我军出征。如不严惩，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，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！刀斧手，在，太君饶命啊！太君，行刑！慢！太君，是我逼马都为他们放走了穆桂英，要杀您就杀我。你是御辽前锋，待押回大营，由元帅来处置你。咱们回营。如果您一定要杀，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。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，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，哎，他们不会受处罚吧？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，要不然怎么服众啊？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，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？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，立功赎罪。啊，那这从哪儿进攻啊？你别烦我了，让我想想。你真想救他们吗？想。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，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。老太君，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，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，别说是偷袭，靠近都会困难。你说什么话？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，懂不懂？你去不去？我去。好，你打头，其他人跟随你。老太君，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？那么高的悬崖，是啊，攀爬时间太长，想必会有石头砸他们，不可能爬上去的，太险了。险？要知难而上，你懂不懂？我还不出发？遵命。出发！布谷布谷，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都是好样的，继续站岗。是。出发！哎，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。哼，宗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，这佘赛花一定是让杨宗保戴罪立功。可他从哪儿来呢？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，从后衙入寨。上！台风啊！哎，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？
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，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。知道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后牙已发出信号。发出信号。别慌，别慌。果不其然，点孔明灯，发信号。是。丫头，走走。爹爹，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。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晋，吸引我大部兵力，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。可是爹爹，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，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，随我走一趟。但是，我有个要求。您千万别伤了宗保。好，你放心。爹爹是谁呀？啊，爹爹是属骡子的，空前绝后。你这个臭爹爹，你说你就说你们，你伤着我干什么呀？你看你这孩子，你真是，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。哎呀，你瞎叫什么锣呀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，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，咱家小姐来了，让她呀留点神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吃还是还吃？走。继续监视。我的玉米！哎呀！走。快！早点跟上！好，快跟上！跟上，走，快！快！今天我率他们来，就是要取走降龙木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此候你。降龙木我已备好，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一高低之后。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木，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。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，还有这个必要吗？宗保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为难于你。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，绝不更改。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？我要让佘太君知道，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。你太倔了，你就是一头驴。我不是驴，我是一头骡子，空前绝后的骡子。怎么还真打呀？哎呀，别说了。宗保，此日一别，我们永不相见。此处就交给您老人家了。放心吧。走。孩子，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，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。
孩子们，他们有他们的事儿，你们请回吧。啊，嘿，开始，嘿，开始。快，快点，跟上！好，快，跟上！瓜哥，哎，对面来了兵马，举着个鱼字旗。什么旗？鱼字旗。鱼字旗。瓜哥，这于家军是谁啊？胡扯！你什么眼神啊？雾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！蛇赛花儿来了，快去告诉寨主接鼓，快关门，快！关门，快！哎，快点！小姐，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，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，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，腹背受敌呀！是啊，小姐，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，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。哼，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。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，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。对，哈，云开雾散呐！战！是。嘿，上，走，上！吃点，快！哎，瓜哥，你看那什么？大鸟！哎，大鸟！放屁！那是宋军，给我放箭射他！是，放箭！快！那边放箭，你射他！哎呀，射准点啊！放！嘿！走，跟上，上，是。哈，云开雾散呐！进帐！这，这。跟上。走。吁。